要是叔兄想看的话，我年年伴你来看。李兄待我真好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人呢？这世界也太不公平了。人家遇上的就是知书达理的温暖男，我遇上的怎么就成了个腹黑毒舌高冷帝啊？要不要这么邪乎啊？白痴。小姐，你真打算不跟苗大神讲话啦？快走！小姐，你这么躲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走了走了。王兰，训练呢，你想干嘛去啊？赶紧进去啊！哎，娇姐，你快看，这苗大神都不带理他了啦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今天心情特别的好。苗里，李健。这不是你开嗓的地方，有病吧你！真是受够了，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，明明一直躲着他了，怎么还这样？小姐，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哎，小姐，这是男厕所。狐狸，非礼勿视，什么事？给我出来！非礼勿视。你之前说两个人相爱必有祸端，可是他并不喜欢我呀，为什么他身边还有这么多危险啊？而且我明明已经躲着他了。臭狐狸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敢乱说，早晚都会被打死，你知不知道？不对，不用等到晚上，早上就会被打死。你躲着他，不还是因为喜欢他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姻缘结就是结，就算是你单方面的感情，也会有影响。你干嘛？打死我也得说。王兰，这几天的事情你也应该看见了，也应该相信我说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。既然我们无法阻止悲剧，我劝你还是彻底忘掉他，忘掉他，放弃他，就不会有麻烦的事情发生。
劝你还是彻底忘掉他，忘掉他，放弃他，就不会有麻烦了。忘掉他，放弃他。小姐，动了情，怎么能说忘就忘呢？或许早点忘掉是个好方法。他离开孤儿院这么多年，都相安无事，可是遇到我之后，就麻烦不断。有我们在，谁说他就一定会出事？反正他也不喜欢我，忘掉他是早晚的事。苗里，怎么了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我今天就要转学了。转学？因为出了点事情，今天就要走。不管你记不记得福利院的事情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能再遇到你，我感到非常的幸运。之前基建社考核的事，你尽力帮我，我也非常的感激。这个东西给你，就当是个老朋友，留个纪念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们快去上课吧。一路顺风，拜。小姐，叫的车已经在门口了。我们走吧。竟然还哭了，汪兰，汪兰，你真是没出息！小姐，你怎么醒了？没想到我堂堂汪兰，竟然被这种事情给打败了。我才不要演苦情戏呢！啊？妥了。池塘、深山、宿舍、图书馆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爱心版危险场地时刻列表，都是我通过种种线索总结出来的。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我也忘不了他，那么在忘掉他之前，我总不能成天躲着他吧，整天为他揪心。所以呀，在苗里去这些危险场地之前，将他截胡，从今天起24小时待命，做一个合格的小保镖。哎，小姐，那你这不就是借保护之名行撩汉之实吗？错，保护就是保护。反正呀，我再怎么死皮赖脸，人家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意思。等我差不多忘掉他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保护他了呀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哦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永远支持小姐。那从明天开始执行。依啦，来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都不可以去。啊，
按对。这个也不行吗？按对。臭狐狸，你给我站住！幸好老子跑得快！哎，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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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臭狐狸，见到我你还敢跑？放手啊，很疼的！跑啊，继续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有话能不能好好说？怎么，狐狸的耳朵揪不得啊？揪不得，是个痧，不可揪耳朵。怎么啦？疼啊？当年我也没少揪啊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暴力啊？你还说我臭狐狸？上次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算什么账？我又没干什么坏事。再说了，人家汪兰都没怪我。你还敢狡辩？要早知道你是个狐妖，当初我就该阉了你。你冷静点啊！咦，你恶不恶心？我说的是淹水里的淹。反正我会慢慢跟你算账的。现在我找你有正事儿，今天的英语课咱们俩换一下，你去 B 班，我去 A 班。你跟我换，干嘛？那汪兰呢？汪兰去哪个班？让你换你就换，你管汪兰干嘛？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？汪兰还在 B 班呢，你去陪她吧。真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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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